今日帶你解鎖一下有錢人嘅快樂啊！以前呢個樓盤賣緊嘅係18000到2萬二嘅價錢，而家只需要11000蚊就可以攞到豪宅，亦不是所有人嘅夢想啊！而家就係觸手可及到。咁我哋而家話不多說，先上去睇睇先。有錢人住嘅地方，佢嘅選擇、佢嘅設計果然都係唔同啊！睇我呢個門，絕對唔係門對門，隱私性非常之高。而且嘅話呢，佢呢一個裝修標準係非常之高嘅，全屋嘅中央空調、風管機全部做好晒。嗱，我而家所睇到嘅就係所見即所得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戶型選擇嘅話呢，有127方、85方同埋110方可以選擇嘅，而且佢呢度係屬於做年底活動清尾貨，準備開3期嘅啦。所以如果對呢度有興趣嘅，一定要喳臨啦，剩翻30零套㗎咋，再唔嚟就冇㗎啦。好，對上東新天地有興趣嘅，喺想攞呢度嘅詳細資料以及1、2歲對比，喺評論區留言3個啦，我將呢部嘢嘅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